天文台表示呢，呢個熱帶氣旋呢係會發展熱帶低氣壓，其後未來2-3日會增強颱風級，有可能係颱風級別或者係颱風級。所有 AI 模式預測路徑預測呢都係近香港距離。如果所有平均落去呢，平均嘅距離係150幾嘅距離，因為多個 AI 模式都係以300距離入過，但竟然有2個 AI 模式呢，電腦模式預測呢會靠近香港講嘅。我哋會嚟下佢個熱帶氣旋嘅發展。天文台呢話呢，佢呢有機會影響香港呢有可能會係咁樣嘅程度。天文台先預計呢個颱風呢會橫過巴士海峽，逼近香港，香港有機會掛3號強風信號。天文台表示，在7月26號呢可能會掛3號波或者8號波啦。10號風球係未必發出嘅，因為不可能。天文台先評估預計呢1號戒備信號嘅機會係極高，3號強風嘅信號嘅機會係高，8號風球嘅機會係中等至低，9號風球係低級，10號風球係極低。如果最高，請市民要留意天氣提示。同外，今日發出酷熱警告信號，小心身體。然後跟住夜晚發出雷暴警告，表示表示呢個強烈熱區逼近香港，但佢係非常之細，過咗1分鐘後會消失。天氣消息到此呢度。如果查天氣消息，明天會繼續。拜拜。